大家好，今次咧想同大家分享下耶和華見證人喺理解聖經上面有啲咩嘅盲點，甚至係對於聖經原文嘅無知嘅地方。當大家咧去同耶和華見證人分享大家相信嘅耶穌基督咧個身份咧係好唔同嘅，佢哋相信係受造嘅天使長，而我哋相信咧耶穌基督係全能嘅上帝，係上帝本身啊！我哋常常咧會引用約翰福音嘅第1章1節。太初有道，道與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首先第一樣嘢要留意咧，同耶和華見證人分享嘅時候咧，我哋咧平時用開嘅聖經譯本，舉例係和合本修訂版一啲嘅傳統咧，其實嗰個翻譯上面咧，神版、上帝版都有嘅，係神同上帝呢兩個字眼咧係互換嘅關係，對等㗎。但係對於耶和華見證人嚟講咧，係兩回事嚟嘅喎。我讀俾大家聽，大家就會明白㗎啦。佢哋咧喺新世界譯本嘅修訂版，咁嗰度咧係咁樣講嘅，用福音1章1節。最初就有話語，話語跟上帝同在，話語是個神。留意啦，道是上帝同話語是個神。如果你都繼續用翻教會入邊常用嘅字眼，神即係上帝，上帝即係神嘅話咧，其實同耶和華見證人嘅溝通係有個障礙喺度嘅。咩意思咧？佢哋相信只有獨一嘅上帝，佢哋眼中嗰位天父先至可以用上帝呢個字眼。天父以外嘅個體，包括耶穌所受造嘅時候咧，依然撒旦啊嗰啲咧都可以叫神嘅喎。所以你話耶穌係神，佢覺得冇問題嘅，啱啊！佢好同意啊，耶穌係神。用福音1章1節話話語是個神，佢哋嘅聖經版本都話神嘅喎。你同佢繼續咁講落去咧，其實大家係溝通唔到，各自表述，浪費時間。咁倒不如我哋翻嚟去睇下佢哋係根據啲咩理據咧？喺佢哋嘅官網上面咧，新世界譯本係有一個叫精讀本，其實係仿效緊某啲嘅聖經嘅譯本，譬如 NET 啊，係提供緊一啲嘅注釋嘅。咁呢一度咧喺約翰福音嘅第1章1節，話語是個神咧，佢哋有咁樣嘅注釋嘅。佢哋咧就提到咧喺希臘語 Theos， 即係神或者上帝，喺第1節同埋第2節咧出現咗3次。喺希臘原文入邊 Theos 第1次同埋第3次出現喺帶有定冠詞，而第2次咧就冇嘅。好多學者同意咧 Theos 第2次出現冇加定冠詞嘅時候咧，係一個非常重要嘅細節。而呢兩節經文入邊，如果加咗定冠詞咧 Theos 就係指全能嘅上帝；但係如果冇加定冠詞咧 Theos 喺個語法結構上面咧就係具有描述性質嘅詞，用嚟描述話語嘅一個性質。咁咧，所以表達到嘅意思係話語是個神，像神一樣的，或者具有神性的。即係 Theos 呢個希臘詞前面有冇定冠詞去影響係咪全能嘅上帝咧？其實佢哋又做緊另外一樣嘢係自打嘴巴嘅喎。我哋睇下，同樣係約翰福音嘅第20章28節，多馬見到復活嘅耶穌就講啦：我的主，我的神。咁留意咧呢一度咧。我的神咧又可以譯我的上帝，即係話喺新世界譯本入邊，我的主、我的上帝都係約翰福音第20章28節可以接受嘅譯文嚟嘅喎。咁佢有一個咁樣嘅講法，喺呢一節嘅經文入邊咧，譯作主同埋神嘅希臘詞前面都有定冠詞。有啲人就話啦，兩個稱呼都係指緊全能嘅上帝，不過呢度使用定冠詞咧，也許只是希臘語嘅一個語法習慣。佢嘅總結就係，因此本節經文使用咗希臘語冠詞這一點呢，也許不是一個關鍵因素，不能用來判斷多馬說這句話時想要表達的意思是什麼。大家睇下，佢既可以喺約翰福音1章1節就話咧，有冇冠詞出現咧係一個好重要嘅細節，去到約翰福音20章28節，多馬對住耶穌講：我的主，我的上帝嘅就係耶和華見證人嘅評注咧，呢度就話咧，呢個使用冠詞咧，只係一個語法嘅習慣，根本咧都唔能夠確定多馬想表達咩意思。咁樣都可以係一個聖經嘅注腳，一個嘅俾讀者去解釋嘅一個原因喎，幾特別。即係話總結啲乜嘢咧？耶和華見證人
佢哋自己嘅理解就係佢哋覺得係有個重要嘅細節，咪係咯；覺得唔係，咁咪冇咯。就算當馬對住耶穌講我的主我的上帝，唔關事㗎。呢個唔係一個細節，我哋唔知當馬想講乜嘢喎。呢啲係咪好荒誕嘅理解呢？請耶和華見證人你解釋一下，點解約翰福音1章1節嘅時候冇咗冠詞，就係一個好重要嘅細節。去到約翰福音第20章28節有冠詞，就係一個唔關事嘅事情。即係講晒啦。我哋可以透過咁樣嘅分享，先俾耶和華見證人去睇下佢哋嘅觀望，其實係表達緊一個咁樣嘅意思。佢哋自己嘅信仰，知唔知自己信緊啲乜嘢呢？今次就分享到嚟呢度，下次見。